再来看今年4月初3，花莲大地震了后，市区中和街福义金华大楼10月初哦，国土署是表示讲爱全部拢拆掉，也毋过到今阁还未动工，互民众是真烦恼。福义金华大楼有拉栋150户，伫控诉控3大地震了后，因为 A 栋大楼风破红单，也毋过所有的大楼因为地下室连通，造成监视 A 栋全部拆除引起争议。这么简单，国土署伫10月初判定 A 栋全部拆除，也毋过到今还未动工。中央也有帮我们审了一个预算，然后我们以为事情都进行得还蛮顺利的。县府又发了一份报告，就是说，因为县府目前负担地震的事情太多，因为人力不足，所以我们福义金华要委托中央去做拆除。受灾户更加提出建筑法第81条，拆除红单顶几楼都是地方政府权责。更加指出，市区一寡饭店拆的速度就真紧，希望县政府唔通推卸责任。县政府现在就是甩锅给中央，拜托中央去做处置。那因为这个建筑法规的关系，基本上我们地方政府要做任何的配合，去做协助大楼拆除的动作。官府表示，福义金华案评估报告拆除经费达到6-7千万。国土署虽然答应专案协助，不过这摆拆除专业性甲复杂度也相对较悬，才会希望国土署协助拆除。双方几次公文一直到12月初。那今天这个礼拜还会再去做相关的协商当然也有请这个我们立委来协助啦那我想这个部分都会尽快看能不能有一个协商结果。另外，附近居民关老大楼结构无稳，若无赶紧拆除，恐惊有危险。对此，官府表示，受损上严重的 A 栋已经做临时性的加固建调的，民众免伤烦恼。记者综合报道。